100都没有我这个，100万都没有我这个。阿是那穿的。我才看到10万哦。那也是贵了点。那对呀，我姐没钱，这个我那最后1000多，绝对够那老表我们都没你卖给他20，你把那个东西卖给他20，你把那个珠子卖给我10万，30万。对他扯淡，他在那忽悠。我跟你讲，你在这个地方上。